474尺兩房居屋，想兼具休閒工作收納同用餐區。今日呢個安盈苑案例，話你知點樣做到。今次係安盈苑474尺兩房單位，業主希望空間功能多元化，多處增設收納位，房間內配備專屬工作台，整體風格簡約實用，一入門家私統一用淺色設計，具體同面貼牆擺放，唔會具過多活動空間，入屋感覺寬敞自在。呢度仲整合咗電腦桌同後方儲物櫃，工作同收納需求一並滿足。接下來係次臥房內定制一體式儲物櫃，連書桌節省空間之餘，無論睇書還是做嘢都好方便，收納空間亦十分充足。主臥就喺次臥對面，室內佈局鬆容舒適，配備大容量衣櫃，衣物寢具都可以妥善收納。休憩環境自在又整潔，鏡頭轉反客廳，呢面電視牆設計簡約大方，下方地舉補足客廳收納，線條利落，襯托出全屋溫馨格調。睇入門位置，一組 C 字組合舉，完美利用角落空間。重點係內含隱藏式餐桌，收起唔佔位，拉出就係餐區，解決晒細單位的用餐難題。最後來到廚房上下儲物櫃一應俱全，廚具分類擺放有序，操作台面寬敞，日常煮食打理都好順手。想翻新單位嘅朋友，即刻 WhatsApp 木人家設計查詢報價啦。